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37节到45节，耶利米书第30章12节到22节，约翰福音第1章第8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着光。灯的发明是因为人们想要在黑暗中得到亮光。其实在早期的农业时代，人们并不太需要有太多这样的辅助灯光，但是渐渐的，因为人的需要在晚上行动，因此有灯具的发明，就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了。那从早期的这种需要到现代人的炫耀，许多的历史建筑或者是特殊的建筑，或者是在特别的节庆当中使用灯光，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引人的眼目。所以我们知道光是给人一种启示，然后跟随的，就如同在天上的启明星是为了要给东方的术士，这些外邦术士可以看得到并且跟随的。也如同出埃及记的记载当中，上帝白天用云柱，夜间用火柱，就是为了要带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能够在黑暗当中顺着火柱的光来前进。而对于那些不跟随的人们，上帝也透过了先知耶利米这样说道，在耶利米书30章12节到22节，上主对他的子民说：你们创伤不得痊愈，伤口无法医治，没有人理会你们，替你们哀伤，没有药可治好你们，你们的情郎全都忘记了你们，他们不再追求你们，我像是攻击敌人一样的攻击你们，残酷的惩罚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孽深重，你们的过犯累累。不要再为你们的创伤哭诉，你们的伤口无法医治，因为你们罪孽深重，过犯累累，我才这样惩罚你们。然而吞吃你们的要被吞吃，你们所有的敌人要被掳，压迫你们的要被压迫，劫夺你们的要被劫夺。虽然你们的敌人说西安被人遗弃，没有人关心，但是我要医治你们的创伤，要使你们康复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主这样说：瞧吧，我要让我的子民回乡重整家园，我要用慈爱待雅各一家，我要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，在原址重新修造宫殿，那里的居民要发出颂赞的声音，他们要欢呼歌唱，我要使他们繁盛，人口增加，我要恢复他们的尊严，不再受侮辱，我要复兴他们的国家，恢复他的主权，我要惩罚所有压迫他们的人，他们将由自己的人统治，他们的领袖出自本族，我邀请他们的时候，他会亲近我，没被邀请的，谁敢亲近我呢？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
看见光却不跟随、不愿遵行的人们，当然就必须要去面对自己所选择的结果。但若是愿意悔改着，就必再度的回到上帝的正道上，并且跟上帝建立正确而良好的关系，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与保守。约翰福音12章36节到43节这样提到，约翰他说，趁着你们还有光的时候，要信从光，好使你们的成为光明的人。说完了这话，耶稣离开他们，隐藏起来。他虽然在他们行过许多的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过的话：主啊，有谁信我们所传的信息？主的权力向谁彰显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的理由，以赛亚也说过，上帝使他们眼睛瞎了，使他们的心智麻木了，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，他们的心智领悟。所以上帝就说，他们不会转向我，让我医好他们。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，指的他说，虽然犹太人的领袖当中有许多信耶稣的，只因怕法利赛人，就不敢公开承认，免得被赶出会堂。看起来他们爱人的赞许胜过爱上帝的赞许。犹太人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上帝的选民，可是他们却因为骄傲，法利赛人的骄傲，其他的人害怕法利赛人以及人们的眼光及压力，他们选择了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，拒绝承认耶稣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子，拒绝耶稣基督的光来跟随他前行。这就如同那些外邦的术士，他们如果看到了其明星而不跟随，那他们就无法看到那一位启示当中的新生王。也如同诗篇105篇的经文提到的，上帝引导他的子民，要使人走在上帝的光明道路，成为光明之子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37节到45节，标题写上帝和他的子民，说你们要感谢上帝，宣扬他的伟大，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。你们要歌唱颂赞他，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。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，愿所有的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。要向上主求帮助，要时常敬拜他。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，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。他是上主，是我们的上帝，他的权威遍及全地，他要永远信守他的约，他的应许达到千代，他要信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守住向以撒所发的誓。上主和雅各定永久的条例，以色列立永久的约。
他说：“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，作为你自己的产业。”37节到45节。虽然他领以色列人带金银离去，他们个个身强体壮。他们离去的时候，埃及人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们害怕以色列人。上帝用云彩掩护他们，夜间用火照亮他们。他们要求他就是鹌鹑飞来，他从天上降粮食喂饱他们。他打开磐石，使泉水涌出。他使干旱的旷野涌流成河，因为他记得他神圣的诺言，就是给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于是他带领他们的子民欢然离去，他所拣选的子民都欢呼歌唱。他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了他们，使他们继承了别人的田园，为要他的子民遵守他的法律，施行一切的诫命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主赐给我们光明，引导我们走向光明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离开黑暗，努力成为世界的光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